台中外部的毛地产销班用科技饲猪，成功把饲猪的产业转型甲提升，得到全国10大最优的农业产销班。太阳榜笑嗨嗨庆祝台中市外埔区猪仔产销班第一班得到全国10大最优农业产销班，佮加是今年唯一得奖的猪肉类产销班，有够不简单。得到这个名次可以讲是实至名归。了解未来，我想我们这个产销班的事业一定是蒸蒸日上。那也希望我们台中市的农业能够向上提升。阮这班大家非常的团结啦吼，甲每一项工课拢做好吼，产销真合意吼，介绍大家做了真非常的迄个介绍袂歹，猪仔饲甲非常的稳定吼，产量非常的好安尼。农会嘛表示，团队希望未来会当继续为饲猪的产业注入新的做法，参与食农教育、社区交流、农业推广，做伙为台湾畜牧产业的现代化转型打拼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